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花莲有一个太太坐这种上海岸的船来出海，无小心跌落海咯。讲这是第一届发生着乘客落海的事件，业者讲未来会强化着安全宣导。 海底伫咧船内边啊，欢喜伫咧烧水，热情含游客互动。船顶的人欢喜伫咧欣赏，看甲心花开。煞看到一个查某人浮伫咧海面上。来，那个大家虽然游情救生衣，不过跌落海内底，浮伫咧海的，互真侪人看甲愕面。 代志就发生伫咧昨下晡，上海红船出海了后，一对翁仔某伫咧船边翕相，太太徛伫咧栏杆较低所在，嫌翁车鱼徛到后壁咧，想要替伊翕个水咧，结果太太无徛在总坐落海内底，佮生气讲，拢是你一直叫我行到后壁咧，加在人无安怎？啊那看到民众翕画面铺上网络，和网友讨论较热刺刺，有人讲足欣赏阿姨含海底伫咧收水，个人原本怀疑阿姨是海底的名。 结果发现海内底真正有阿姨，那这位阿姨恁当面反省，嘛互网友怀疑，敢讲过去嘛有同款的经验。这个游客全身穿着的救生衣，然后也提醒他说，其实你只要放轻松，好好的漂浮在海上，就不会有事，等待救援。妈妈一直在拍打老公，说都是你一直叫我往后退，所以不小心掉下去。船只上面，昨天因为实在是太平稳了，大家失去了一个警觉性。 业者嘛讲，第一摆发生乘客坐落海内底事件，未来会搁再强化安全宣导，嘛特别吩咐大家，翕相时面爱向海，莫脚侧偏向海，或者是手腕近海，较袂无适宜坐落海内底发生危险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